重要。阿爸妹，阿爸妹，嘿那嘿，嘿那嘿，共有度假有难呢。行啊行，行啊行，唔到底呀唔到底，天有行道太水平。慢路跳，慢路开，跳高手有跌高坡，重要辛苦唔到底，到底。打练杀脚，练练错，天练有股，重练过，爱好快乐界，重要过。阿三哥，重要咯，好重要。 水平，慢路跳，慢路开，也农民有大筹码，中越升起，到底，到底。仲要高，仲要高，仲要拔草，仲要高，仲要高，天要雪走，行啊行，行啊行，到底呀。 到底天要行道太水平，慢路跳，慢路開，也我你有大籌碼，終於升起，到底，到底，另眼路，天不靈，盡那裡，天靈有故，盡不離，愛的快樂界，終要過。 三哥，你跳会落山了呢，你有忙去保养班哦。哎呦，莫干莫杀喽。嘿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客家小老人 Hot Music。你係嘛啥？我係嘉妮。我係蔡依偉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哦！頭先我哋聽到嘅一首歌曲啊，嗰陣時哦，按到中謠歌啊，係啊，係我哋客家先生佢創作嘅歌曲，按到曾仲偉帶來嘅。哦，講到曾仲偉冇簡單哦。係啊。你家今日開始寫客家歌，不過呢，全部師傅係好談。你哋而家創作人啊，全部有創作搭檔啊。哦。佢嘅搭檔係馬上啲麼？曼言。是他的媽媽。嚇？跟媽媽一起寫歌，夫妻編嘛。係啊。跟媽媽寫客家嘅歌詞啊，佢寫曲。 母子合唱客家歌，冇簡單哦！真係冇簡單，個貼片咧，係啊！我感覺到嗰度嘅爸爸媽媽，攏聽到聲音嚟哋教音樂啊，如果反對，唔過呢，我感覺嘢爸爸媽媽個開面呢，伊哋用安尼實際嘅行動啊來支持伊哋聲音嚟教音樂，係啊！一般帶論聲音嚟來安尼，向下傳承安尼行義，可以因為向下作詞作曲，向下創作啊，又可以度過安尼個美好嘅親子時光。